计时开始。这一天，淡水正在举办茶艺检定考，如何泡好茶，水温、茶量、时间无一不讲究，杯盘落定间看出功力。每一个细节都注意到了，你只要其中有一些做得不好，也许你的分数就没办法及格。所以泡茶是自我关照的过程吗？对，也是自我训练，然后可以改变自己的脾气，很重要的。都是品茗爱好者，凑巧的多数是客家乡亲。老师、大老板重新学习认识茶文化。对来到这里其实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的，然后对不对？来这边都一样大，没有大小之分。一个大家庭哦，从茶变成一个大家庭。对，我们就是泡茶和乐融融，大家会交换心得，说哎你今天泡的是什么茶啊？结果怎么样？哎，大家泡泡看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可以把50块的变成500块的，这是我们最高境界。境界就在细节里，客家乡亲种茶爱喝茶，以茶会友，相视而笑，珍惜这份凝聚力。我们看到后面这些啊，其实就是跟客家相当紧密结合的茶艺，可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跟追求。对，你对于客家文化有嘛嘅是敏感吗？我想要传承客家文化啊，这是海陆，我要传承客家文化。四线我们讲，爱爱传承客家文化。从茶汤看人生风景，听起来很形而上吧？不过茶艺、品茶的艺术，就真的是从一个个步骤当中体会到，有些事必须等，急不得，而最后终究是值得的。对客家文化有乜嘅使命感冇？爱爱传承客家文化。对客家文化有乜嘅使命感冇？爱爱传承客家文化。